好，大家好，咁我就係打磚評街路人阿輝，咁樣拍呢條片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都有好多人身邊嘅人都同我講話，我講嘢嘅語調係比較平啦，係啊，冇乜感情起伏。咁樣咧，我就諗翻起咧，我早2年咧去一間 NGO 嗰度去做一個入校嘅 MC 培訓嘅時候，咁樣就誒，有職員就同我講過，就係啊，我哋可以試下去讀 Wikipedia，咁樣就當然唔係書面語咁樣齋噏啦，咁樣就試下將佢轉咗做口語咁樣，有啲個通有少少抑揚頓挫咁樣去讀啦。咁樣咧，依家咧我就想 pick up 呢一個訓練啦。咁我就諗緊，到底我讀100日之後，咁我喺呢一個語調啊，各方面會唔會有啲好大嘅進步咧？係啦，咁樣就諗住希望我可以堅持到呢100日嘅挑戰，就係讀 Wikipedia 讀100日。係啦，咁樣希望100日之後睇翻條片，咁可以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啦。係啊，咁就開始讀啦。好，咁我哋第一篇就係講呢個鐵木兒帝國。咁鐵木兒帝國佢嘅自稱就係圖蘭，咁樣呢一個王朝名就係叫做古爾卡尼，直譯就係女婿嘅意思。係由1370年去到1507年間，位於中亞嘅伊斯蘭教國家，由呢個巴魯納斯氏嘅突厥化蒙古人鐵木兒所建立嘅。咁喺呢個鐵木兒嘅時期，突厥斯坦同埋呼羅珊啱啱好就經歷緊伊斯蘭建築嘅輝煌時期。咁由15世紀末開始，察合台語已經成為咗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克里米亞、白山同埋阿塞拜疆嘅高度文化語言。喺鐵木兒將撒馬爾罕定都為首都之後，嗰度嘅工匠就由佔領緊嘅土地就移居到去撒馬爾罕。嗰時候嘅卡斯提亞大使克拉維約就話，撒馬爾罕嗰時候其實係有15萬個藝術家家庭嘅，所以喺14去到15世紀期間，撒馬爾罕被認為係呢一個國家文藝活動嘅黃金時期。由於鐵木兒同埋佢嘅繼任者喺統治期間都好重點咁發展工藝同埋科學，咁所以呢一個時期亦都被稱為鐵木兒黃金時期。喺1507年，鐵木兒帝國俾布哈拉汗國攻陷而滅亡。鐵木兒嘅子孫巴布爾先係逃亡去到阿富汗啦，咁然之後就去到印度，並且建立咗呢個蒙兀兒帝國。咁所以呢一個鐵木兒帝國雖然已經滅亡咗，但係其實佢呢一個王朝仲係用分支嘅形式去繼續統治嘅。呢一個帝國嘅民族起源又係點嘅咧？係啦，咁樣鐵木兒帝國嘅名就係嚟自鐵木兒啦。咁鐵木兒就奠定咗呢一個嘅名啦，係啦。咁喺察合台突厥語同埋蒙古語入邊，呢一個詞語就係解鐵嘅意思。鐵木兒係嚟自巴魯納斯氏家族，一班居住喺中亞嘅突厥化蒙古人。根據蒙古秘史記載，佢哋係勃兒子根氏嘅後裔。哈勒察兒巴魯納斯氏係巴魯納斯氏嘅創始祖先。咁喺蒙古秘史係13世紀係窩闊台統治時期寫成嘅一部史詩作品。咁佢表明咗哈勒察兒巴魯納斯氏佢都係成吉思汗嘅祖先，蒙古傳奇領袖勃端察兒嘅後裔。咁由於佢哋同中亞當地居民嘅聯繫係非常之密切㗎啦，咁樣有啲人就係因此信奉咗呢個伊斯蘭教以外嘅其他宗教，例如佛教同埋薩滿教。咁呢啲密切聯繫就使到佢哋喺文化上面受到影響，並且互相融合。咁呢係啦，咁出於以上嘅原因，根據有蒙古血統嘅巴魯勒斯氏，除咗使用蒙古語之外，仲會廣泛地使用察合台語。咁樣呢一個語言就係一種源自回鶻語嘅突厥語，受到阿拉伯語同埋波斯語嘅影響。
亦都係現代烏茲別克語同埋維吾爾語嘅起源。不過咧，鐵木兒就唔係成吉思汗嘅直系後裔，佢就係旁系嘅。咁佢就話下一行會進一步解釋啦。咁因為按照當時嘅規矩，黑汗嘅稱號佢係無緣接受嘅。咁取而代之嘅係咩咧？就係、拉米爾嘅稱號。喺1370年，鐵木兒被證明同成吉思汗係有血緣關係，並且獲得咗古爾卡嘅稱號。古爾卡喺亦都被音譯做古列岡或者波斯語嘅名啦，係啦。咁波斯語嘅名嘅意思就係解新郎嘅意思。咁樣即係意味住同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有血緣關係嘅鐵木兒，可以自由咁樣喺自己嘅家族入邊生活同埋活動嘅。咁因此佢除咗被以鐵木兒之名命名之外，咁喺鐵木兒帝國嘅文獻入邊，佢亦都被稱為古爾卡尼。咁我哋可以講下鐵木兒嘅在位時期啦。咁樣鐵木兒就出生喺1336年撒馬爾罕附近嘅學石。呢一個地區喺1300年代仍然係由蒙古帝國，即係蒙古一帝國入邊嘅察合台汗國嘅統治之下。咁嗰時候嘅社會環境就係突厥人同埋蒙古人混居嘅狀態。咁作為呢種結構嘅體現，同埋已經深受突厥文化影響嘅蒙古人，喺當地嘅精神環境影響之下，就開始歸依伊斯蘭教。鐵木兒所屬嘅部落亦都受到呢種環境嘅影響。咁鐵木兒仲係好後生嘅時候咧，就已經統治咗唔係統治緊東突厥斯坦嘅伊犁蒙古人嘅統治者圖格魯克鐵木兒，喺1360年嚟到河中地區。雖然有啲布衣離開咗呢一個地區啦，但係鐵木兒自己就冇跟住離去嘅。一仲話佢其實係受制緊喺呢個圖格魯克鐵木兒。咁作為回報，佢父親管轄嘅海什市同埋周邊地區就送咗俾佢啦。圖格魯克鐵木兒將河中地區嘅管理權就交咗俾佢個仔伊利亞斯霍賈，並且命鐵木兒去幫佢做嘢。到伊利亞斯霍賈身邊嘅鐵木兒，由於曾經受到虐待，佢隨後就跑到去呢個阿米爾卡扎加嘅孫仔阿米爾侯賽因嗰度。我哋喺逃往呼羅珊嗰陣就俾土庫曼人捉咗啦，並且喺馬漢監獄關押咗足足60日先至可以獲釋。咁佢得到桑古里部落首領穆巴拉克沙嘅幫助之後，佢哋約好咗再會面之後就離開咗啦。係當鐵木兒面對處境困難嘅錫斯坦統治者馬利克法克拉丁嘅呼救嘅時候，佢哋仍然帶住上千嘅人馬去支援。如果馬利克法克拉丁冇兌現到嗰陣時候嘅諾言，咁樣錫斯坦人就會擋住咗佢哋嘅去路。喺呢次嘅戰鬥入邊，鐵木兒嘅右手就受到咗箭傷。據信鐵木兒嘅腿同亦都喺呢一個戰爭入邊都受埋傷。咁等到佢傷口愈合咗之後，鐵木兒同埋侯賽因再次嚟到呢個河中地區嘅提爾米茲。後來佢哋喺伊利亞斯霍賈嘅手下奪走咗巴爾克同埋海什嘅城市之後，佢哋召開咗一次代表大會，並且宣布咗圖瓦汗嘅孫仔之一卡比爾沙奧格拉做黑汗。喺鐵木兒同埋侯賽因嘅持續戰爭咗冇幾耐，佢哋就成功咗佔領咗呢個河中地區，並且通過同鐵木兒嘅聯姻，呢兩個朋友同侯賽因嘅妹妹烏爾海圖爾
堪達哈發生咗關係。然而喺1365年之後，佢哋嘅友誼就逐漸降溫。鐵木兒同埋侯賽因之後就喺河中地區嗰度爭奪呢個權力。阿米爾侯賽因就以阿迪爾汗嘅名義宣戰，作為回應，鐵木兒亦都將成吉思汗王朝嘅蘇尤爾加特米什汗帶上咗皇位，並且同呢個阿米爾侯賽因作對。1370年被圍困咗喺巴爾克嘅阿米爾侯賽因，因為殺害咗呢個許塔蘭統治者阿米爾海霍斯羅夫嘅兄弟而被捕同埋殺害。之後，鐵木兒就統治咗成個河中地區，阿米爾侯賽因嘅後宮同埋寶藏紛紛都落到去鐵木兒手上面。阿米爾侯賽因由後宮入邊挑選嘅女士入邊就有赫珊蘇丹嘅女薩拉穆爾克卡魯姆。有咗呢段聯姻之後，鐵木兒就順理成章咁樣獲得咗古爾堪嘅稱號，並可以自稱做黑汗家族嘅女婿。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咁多啦，係啊，終於錄完咗呢10分鐘嘅 Wikipedia 啦。咁樣就因為呢一個條目其實佢係歷史方面嘅係啦，咁同埋佢亦都因為佢係有好多嗰啲蒙古嘅名啦，咁其實讀起上嚟都係比較翹口嘅，咁我就諗住第一篇就挑戰下呢一個條目啦，係啦，咁樣就再加上呢一個係比較沉悶嘅資訊性都多少少，咁我就想睇下到底我係咪可以個通可以起伏得大啲去講呢一個條目咧？咁我自己讀完我自己嘅 feeling 就覺得其實自己都未係好做到嘅，即係因為可能真係啲名比較翹口咁樣。有陣時就係掛住睇啲名咧，就個語速係會調整到慢咗啦，咁樣同埋真係好多嗰啲好客觀嘅資訊係啦，就咁就自己都諗緊啊，到底用個咩通去表達係會比較好啲嘅咧？咁係啦，咁希望就係即係今日係第一日啦，咁樣就希望嚟緊嗰99日入邊，咁就可以再慢慢進步啦。係啊，睇翻呢條片嘅時候，起碼對比翻，係咯，拜拜。